我想尋條路。請下求職登記表。請問，我想尋政府業嘅條路，唔知好尋麼？唔是說，政府一下地鼓勵民眾做照顧服務員，性別唔係唯一，專業也係證書，真係第一。一下已經有眾多男性照顧服務員喺各縣市服務。請問唔有相關嘅證照麼？冇呢。唔做得參加相關嘅職訓課程，拿到結訓證書也係普通唔考證照。請問一課程愛錢麼？請問唔滿45歲嗎？有啊，我今年50歲咧。唔符合中高齡提聽身份嘅參訓資格，經過審查符合嘅人，政府補助全部嘅訓練費。還好啦，按住說哦。我寫好一條表格，在哪本？好，聽聽嘅來。可能情景下，一下艾麗先來認識一下佢嘅重要嘅詞彙，大家記得要聽定音麼？照服員，照服員，照服員。但是在這裡呢，客語通常還是會說全稱，照顧服務員，照顧服務員。照顧服務員，照顧服務員，鼓勵，鼓勵，鼓勵，民眾，民眾，民眾，證照，證照，證照，結訓證書，結訓證書，結訓證書，普投，普投，輔導。輔導的輔，華語會說清純的 f， 輔導，但是在客語會說重唇音，普投，普投，訓練費，訓練費，訓練費。接下來，我哋來學第位接上用到嘅句型，唔做得參加相關嘅職訓課程，唔做得參加相關嘅職訓課程，您可以參加相關的職訓課程。唔做得，唔做得，您可以參加參加參加相關嘅相關嘅相關的職訓課程職訓課程職訓課程。唔做得參加相關嘅職訓課程，唔做得參加相關嘅職訓課程，您可以參加相關的職訓課程。請問唔滿45歲嘅嘛？請問唔滿45歲嘅嘛？請問您年滿45歲了嗎？請問唔，請問唔，請問您滿年滿45歲45歲45歲嘛了嗎？請問唔滿45歲嘅嘛？請問唔滿45歲嘅嘛？請問您年滿45歲了嗎？